6月6日星期五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若望福音。耶穌對伯多祿說：你餵養我的羊群吧，但年老時你要伸出雙手，別人要束綁你的腰，帶你去你不願意去的地方。耶穌說這話，是指明伯多祿將以怎樣的死來光榮天主。接着他又對伯多祿說：跟隨我吧。小朋友，我哋反省一下，耶穌要伯多祿跟隨佢曾經遭遇過嘅，繼續餵養佢嘅羊群，但呢個任務結果將係以犧牲性命嚟到光榮天主。我哋諗一諗，耶穌要伯多祿跟隨佢，有冇特別嘅意思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點解耶穌向伯多祿講呢番說話呢？而唔向在場嘅其他門徒講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祈禱意向，希望嗰啲尚未接受上主嘅人尊重神職人員，避免做出傷害佢哋嘅行為，祈求上主護佑佢哋平安。行動回應，查閱呢一段福音，睇下當時仲有邊一啲嘅門徒在場，再思考一下反省嘅第二個問題。